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地位高。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李家稳坐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破防。恁爹家己这猖狂，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才让恁李家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打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低。你敢说我吹皮？公主，毋是，请你替我辩解呀。空之时，山来无势力，并非故意，出手来打金鸡，毋免强事假大义。是完成我的条件，本宫会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我定本身的礼。方才是骄蛮不将公婆敬，现在是我失礼爱马头将礼敬。罢了。父子之间何必将私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父子才能再和爱。Hello，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晚上好。在稍等观众朋友进来的过程中呢，我们所聆听到的是我们一怒打金枝的 CD 专辑。稍待会呢，我们的8点的语涵电台直播电台呢，会是台语电台哦。我们就来听听看礼拜四的台语电台呢，听起来是安怎样？咱这个语涵的电台，咱先欢迎咱这个CY大大入来咱这个直播的广播电台现场。如果呢，各位观众朋友对歌戏有兴趣啦，对戏曲有兴趣，也是对咱这个生活小知识、咱册顶面的小知识咧有兴趣的话咧，都欢迎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这台叫做语涵的电台。阮不管是咧，即个拜一到拜五的暗时8点吼，拢会来做一个直播安尼吼。礼拜四较特别，礼拜四就是咱台语的电台，其他时间咧拢是讲咱的国语安尼吼。所以你所听到的咧，我讲的台语吼，即个腔口会加较重，阮是即个南部即个台南人。咱欢迎咱这个美琴姐嘛，起来咱语涵的电台。
欢迎大家咧，一定要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吼。昨有小可代志说，咱昨无直播。等下较甲大家做一个解说吼。咱先听咱即个歌曲调，咱即个杜马调内底的歌词咧唱即个我即个电台的歌曲，咱来唱听看觅即个杜马调。欢迎之时，刷来。真歹势吼，无说你吼，甲咱试着即个人声版本啊，歹势，咱搁定来一解吼。我家己要唱落的时阵吼，我家己嘛惊着奇怪，较会两种声音安尼吼，歹势，咱搁定来一解，甲大家会一个不是安尼吼。欢迎收听武汉的电台。暗时8点，互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袂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在才袂心惊吓，片段久汉广播互恁听，祝恁大家精彩饱满大听。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真歹势吼，头只一开始咧，甲咱大家吼试毋着音乐啦吼，试着咱即个一路打进去即个 CD 专辑内底人声版本，所以咧咱个定唱一解安尼吼。头只讲着咱即个杜马调吼。无说你放着即个版本吼，就是离咱即个一路打进去内底咧，即个驸马咧无说你吼，甲咱即个公主赏了一巴掌。结果咧，即个咧公主吼，就逼咱即个驸马爱来下跪。咱等下咧来听一个即个现场所唱的即个杜马调，离咱即个一路打进去内底。即个唱的即个歌词吼，会记得吼，咱即个线顶的朋友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即个古涵的电台，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阮平常时拢是即个国语的直播，只有咱礼拜四咧是咱即个台语的直播电台吼。片段古涵的意思咧。就是咧片段吼，就是伫舞台顶由查甫来扮小段，由查甫来扮查某，所以讲咧伫咱即个舞台顶由查甫来扮查某，即个叫做片段所以咧我伫舞台顶是做咱即个片段吼。咱等下所听的即条杜马调咧，会有即个查甫甲查某吼，即个男女对唱，所以咱来听看觅，即个驸马咧无说你吼，甲咱即个公主拍一个即个喙皮吼，然后咧即个公主咧来逼伊下跪，咱来听看觅即个杜马调。然后听过杜马调的朋友咧，会记哦。期待甲阮分享一个你所听到的杜马调，你倒一出戏内底所听到的，安尼就对吼。反抗之时，山来无说你。
兵挥过意，出手来打金鸡，免强势甲大理。驸马，就是阮城怪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向我行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功补过，现在是我失礼爱压头上礼行。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便配条工，将伊婿确实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兵，夫妻才能在和谐。公主啊，今日是恁，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的过错，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片啊，我拢有照做，劝你过爱，免来啰嗦，带你去听，命做会行，怎不对你啊？对你依赖良情，我不两情。这段呢是恁是咱的伫歌仔戏内底即个杜马调吼。头只咧有甲大家解说，这段是咧唱啥？如果呢，大家吼有听有诶咧，嘛欢迎哦来拍你起来吼，甲阮来食一个对话一下吼。我看到咱这个柔语讲呢，今天风好大哦，风好凉。今天这个风比较大。这个柔语敢是离咱这个台中地区哦，台中地区风足大哦。如果咧线顶的朋友咧，若有伫其他所在的朋友吼，因为即个天大久寒咧，我伫即个台南的所在。如果咧恁若是伫，比如讲伫高雄啦、屏东啦、台中、彰化，是北部的朋友咧，拢欢迎咧起来甲阮即个开讲一下，会记哦。这个久寒的电台吼，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会来做这个戏曲的直播，平常时拢是国语电台啦，所以会记得吼，帮我这个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马仔咧，咱这个北部甲这个南部，也搁有咱这个东部吼。差不多，这个降雨的几率呢，拢差不多离咱这个20%左右尔。所以呢，只有咱这个中部吼，咱这个柔雨所大的这个所在，这个中部的所在呢，降雨的几率10%尔。所以会当讲这个全台湾可能降雨几率拢加较低些看啦，大家会当放心安尼吼。如果咧你有想要听啥物歌曲，拢嘛会当甲我讲吼。我来看一下吼，昨咧为虾米吼无起来甲大家做直播？第一吼，我昨无啥声啦，昨声无够。然后咧，搁一点就是吼即个工课无啥顺利，我情绪无啥好，我就无起来甲大家做直播。原因点就是因为咧我若情绪无啥好吼，我就无想要起来甲大家做直播啦，做互动啦，安尼的即个负面情绪吼传染互你，安尼嘛毋好。所以讲咧，咱昨有休困一天，甲大家说一声抱歉，安尼就对吼。你那边风大不大？今天我们这边这个台南吼还好。台南的这个风不大，今天突然间怎样子？
嘿嘿，咱这个柔语讲，今天好突然间，突然间安怎？你所讲落去，甲阮逐个讲故事安尼吼。昨咧无起来甲逐个直播吼，但是咧咱即个赖群组内底咧，咱即个下骹即个资讯栏哦，有咱即个赖群组会当匿名加入的即个赖群组吼。我昨咧有甲逐个分享即个影片，即个扬州评话。扬州的评话是咧讲啥？就是用伊即个扬州的语言吼来讲故事，但是吼伊是类似像讲故事啦，伊的唱吼毋是即个大部分，所以讲咧，即个影片内底咧，伊就有咧分享哦。伫即个咱即个大陆的地区吼，有一种叫做弹词，弹咧就是咱即个弹奏的弹，词当然就是歌词的词。即个弹词咧，伊就是有说有唱。就是甲咱歌戏其实差不多啦，就是我讲到遮，唱到遮，讲到遮，唱到遮，即个叫做弹词，弹奏的弹，歌词的词，伫咱即个大陆的地区有即种物件吼。但是咧，因即种是较属于讲，无像咱个化妆啦，无像歌戏啦、京剧啦，也是咱的客家戏安尼，无化妆，伊一个人就会当单奏，一个人咧，就会当来所演唱，即个叫做弹词。有另外一种咧，叫做即个清曲。清曲咧，就是吼只唱不说，伊只有唱尔，但是伊无讲，即个叫做清曲。但是吼，咱听着即个弹词、清曲，甲咱即个尾后要讲的即个评话哦，有啥物相牵连？伊拢是咧讲故事。因拢毋是一个比如讲像咱的演员伫舞台顶，咱是咧做即个故事，但是咧毋是哦，因是讲故事互大家听。所以即个评话咧，伊大部分吼是用咱即个讲话的方式，但是咧伊所大部分伊无唱，伊无用唱歌的方式。即个就是咱昨吼有咱伫即个赖群组内底咧所分享的即个影片。如果咧你若有即个兴趣吼，嘛会当加入咱即个赖群组，一共咧下骹即个资讯栏，我有放即个连结哦，咱即个下骹即个资讯栏，我有甲放即个即个扬州评话，一共即个湖南的语句的连结哦，恁所会当去咧看一下，看讲咱即个扬州的评话的表现甲即个云南的即个。歹势毋是云南啦，即个湖南的语句，歹势甲大家讲毋对，湖南的语句，因的差别因的唱歌方式，这是一个大陆的节目但是咧是我即个即礼拜发现，我感觉讲袂歹看，会当甲大家咧做一段的分享，安尼就对吼。咱即个柔语讲咧，即个风再大一点大楼声会比较吵。恁兜就是算讲风搁较大，恁兜嘛袂差得对敢是安尼？那安尼恁兜是透天是迄个大楼，应该是讲你是住类似像公寓安尼就对啦吼。那风较大，恁兜较袂差吗？会比较吵？你家不会？为什么恁兜毋是住台中吗？其实吼，恁兜若台中即个风足大，即个新竹吼，即个新竹地区咧，应该风嘛足大吼。咱感谢咱今仔起来即个4大，咱的美琴姐一共柔语大大，一共咧咱线顶有足侪新的好朋友哦，嘛会记得咧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阮即代咧分享咱台湾的歌曲。就是咱东方歌剧吼，咱即个歌戏，一共咧，我会即个带入吼其他的咱即个无共款，不管是伫咱即个大陆地区，也是咧伫咱台湾吼，一个戏曲的文化，安尼就对吼。另外咧，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吼，
顶届咧有甲大家分享吼，咱即个朋友咧所甲我推荐吼，讲你一定吼爱去参加即个歌上星啦，你一定爱去甲参加啦，安怎吼？但是吼，我着讲实在，第一吼，我有家己的节目逐工咧安尼起来做直播吼，已经足无用啊。我着甲讲咧，好无问题，我甲你录一段吼，去参加比赛安尼吼。人咧规定是爱横向的，但是吼，我甲翕即个直向的，结果咧，嘛是有通过哦，嘛是寄一张批来有即个参赛即个证明吼。只是咧，伊到时阵咧，应该有即个复赛的即个参加伊的名单的公布，咱较来期待一下吼，看敢有过即个复赛安尼就对吼。当然啦，这是今年度的愿望，明年度咧，当然吼尽量甲抢起你即个传艺金曲奖，这是我的愿望啦。但是吼，这是足困难的吼。大楼窗户风呼啸声会比较大，对啊，结果恁兜电脑较无迄个是恁兜是迄个透天厝，恁兜是平厝安尼，所以恁兜较无遮尔大的声音，敢是安尼意思？好，来，咱搁穿插一段吼，搁来唱一个歌曲。等下咧，去大家咧再分享落去吼，咱遮的即个故事啦，已经咱册顶面的即个知识安尼就对吼。来，所有观众朋友，若有啥物想要甲我分享的，嘛欢迎咧即个拍字起来吼。即摆咧所要唱的即个歌曲，或者咱的花娇艳，一讲即个良夜之歌哦。哇！欢迎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真正甲你拍一个扑啊声哦！甲大家咧嘛小感谢一个。咱线顶咧有真侪朋友吼，拢是咱即个忠实粉丝啦，咱即个主顾客就对啦吼。感谢恁起来咧听歌吼，来，即摆咧你起来了拄啊好，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哦，起来了拄啊好，咱即摆咧来唱一段，咱即个花娇艳一讲咱即个良夜之歌。这段咧是咱即个小段要出台，即个公主咧即个。娇蛮的个性，咱来听看卖这条的《良夜之歌》一讲花娇艳。滚阳光保持十相守。心不宽惜无理由，为爱独自去白首，恋恋情扫恼忧愁。
花面水，天天乐观轻波伊，我嘅悲哉伊孤单。哇！感谢大家扑啊声，互恁金财宝满大厅，互恁兴旺发啦！感谢吼，我来看一个大家即个留言吼，来甲大家即个一一的回复一下吼。线顶的朋友咧，慢慢会袂记哦吼，帮我即个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知影咧。咱即个台湾的戏曲，咱即个歌戏吼，即个台湾的文化吼。咱即个柔宇讲咧，你明天放假吗？明天呢，马仔吼，我即个历史的工课无放假但是吼马仔即个暗时的直播咧，我嘛想要甲大家请一个假吼，对咧恁即个马仔咧，阁想要看即个直播吼，我较起来做即个直播的广播节目啦吼。甲大家讲吼，因为吼后礼拜即个公司即个盘点但是吼我毋知影我家己是上即个日时班还是暗时班吼，所以讲咧后礼拜吼若甲大家请假的话咧吼，伫咱即个赖群组内底，我会甲大家讲吼，因为咧咱即个马仔咧后礼拜我可能有一寡代志。所以讲咧，后礼拜吼若放假的话，伫咱即个赖群组，伫咱下骹即个资讯栏的连结吼，有咱即个赖群组会当匿名的加入，所以咧，大家免烦恼你的个资的问题，安尼就对吼。然后咧，咱即个陆小朋友讲咧，即个如果你是歌手，好好听，然后。你喜欢我唱歌哦？感谢咱即个陆小朋友因为吼伊年岁较少岁，所以拢叫我即个叔叔啦吼。大家莫3、5岁吼，因为咧伊年岁较少，安尼就对吼。感谢咱即个皮筋的小蘑菇的扑啊声，互你年年春，年年富，年年赚大钱，要轿车再起新的老厝吼。咱即个陆小朋友讲咧，陆小朋友咧讲吼，因为伊即个听无咱即个台语啦吼。陆小朋友，这个咧，等下来转国语哈。这个呢是我们台湾的歌剧，叫做歌仔戏哦。平常时呢，我们的直播节目都是国语节目。那呢，礼拜四比较特别，就是台语电台哦。那呢，这个是我们台湾的歌剧，叫做歌仔戏。那呢，这个在大陆地区呢，他们也有这样的歌仔戏，他们叫做湘剧哦。那所唱的歌曲呢，都是我们台湾歌仔戏的传统曲调，以及呢这个电视歌仔戏的曲调哦。好，过来咧，咱个转转来讲台语安尼吼，咱的国语台语安尼来小交换一下吼。头只咧有甲大家讲。吼，讲到咱即个一路打进机的 CD 专辑，感谢咱即个线顶的好朋友吼，一直咧甲我斗支持、斗帮忙吼。而且咧有一个粉丝咧吼，伊摕伊买即个专辑咧来甲伊的即个店家即个红茶泡沫红茶店所做即个分享安尼吼。但是咧，即个泡沫红茶店的即个头家娘吼，由伊固定咧看即个剧团即个歌戏啦，
所以咧，伊就搁甲讲一遍，讲伊介意什物剧团其他伊无咧听等等吼。这嘛无要紧啦吼，甲你说一声抱歉，因为吼，安尼吼，互你即个麻烦互你歹做人吼，歹势，甲你感谢一下吼。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甲即个咱的粉丝朋友吼，感谢一下哈，为着伊热情，为着伊好心吼，来分享即个专辑，结果吼，互即个朋友咧所来念一下，所以甲你说一声抱歉，歹势吼。咱即个线顶的朋友吼，前几工咧有甲大家分享安尼即个影片，咱即个扬州的平话，伊讲咧咱即个湖南的鱼骨安尼就对吼。伊内底咧所讲吼，伊嘛有讲一点，我感觉讲吼，讲了袂歹哦。伊讲咧，咱所咧讲的时阵咧，是咧讲故事；咱所唱的时阵咧，其实吼是咧唱一个意境啦，一个风景啦，一个景色啦。伊讲咧，咱人甲人之间相交插即种感觉，对哦，你甲想看觅吼，当然伊是讲国语啦吼，伊讲的国语是讲。说是说故事，那唱呢是唱意境。那呢，咱甲翻做台语咧，安尼来甲解说的时阵咧，我感觉讲，对哦，伊讲了嘛无毋对哦，安尼即个解说吼，真有即个意境，即个袂歹的感觉，安尼就对吼。而且咧，伫咱的舞台顶，也是咧，你所看影片啦，你所看的直播啦，等等吼，你所看到的物件咧，其实咱拢有分讲，比如讲，一个独角戏，一个独唱，一讲咧，一个对唱，咱双人对唱，比如讲分钟会员啦，也是啥物歌曲，咱是男女对唱，安尼两个人所唱，搁有另外一种咧，或者群唱。舞台顶徛足侪人，咱做伙来群唱，也是讲咧，即个你去看一个合唱团的表演，也是讲咧看一个乐队的表演，即个大乐队，安尼就或者群唱。所以讲咧，其实咱咧唱的时阵咧，就分讲咱即个独唱啦、对唱啦、群唱啦，无共款的表演方式，会互你感觉讲咧，无共款的感觉哦。过来咧，咱来听一个即个歌曲。这条歌曲咧，叫做《七字连空照》，一个七字连空奏。伫咱即个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即个七字连空照咧，是咧讲咱各说各话。即个公主讲伊的，即个驸马讲伊的，伫内底咧甚至有即个男女对唱的部分哦。这条歌曲内底吼，所唱的规个拢是我的歌声，咱来听看觅。所无共款，我一个人来分别两个角色，咱所来听一个七字连空照。歹势吼，今仔日毋知咧做啥，甲大家放即个伴奏太无声哦，真歹势，咱搁重来一摆。我想讲，放一个歌曲，互大家轻松一下，啉一水凉的吼，来休困一下，结果咧，搁放着即个伴奏带，歹势，搁甲恁回一个不是吼，咱搁重来一摆，即个七字连空照。万夫妻，何
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羞愧又分开。这条歌曲咧，就是咱歌仔戏的七里啊连空走，咱歌仔戏的七字调吼，自头唱到尾啊，连咱的整组拢所唱吼。歹势吼，咱头一食咱这个苏音有起来，也到有咱这个陆小朋友，咱这个柔语吼，歹势吼，头一食咧，因为我这个无往下骹吼，所骨一个吼，所以咧，我所无看到吼，恁即个下骹也阁有留言吼，歹势，甲恁回一下不是吼。咱欢迎咱即个收音起来吼，咱即个马来西亚的朋友，感谢，互你一个趁钱的破声，感谢。成就咱即个收音呢，会当一个趁大钱，互你兴旺发咯。感谢咱即个收音吼，咱即个收音讲晚上好吼，一定咧起来支持咱即个歌戏哦。感谢咱即个收音，歹势吼，头只真正无发现大家下骹有即个留言啊吼，甲你说一个抱歉，歹势吼。来，过来咧，咱这个陆小朋友讲咧，明天还会直播吗？你明仔有想要看的无？那明仔有想要看等下咧下骹甲我讲一下，讲恁抑阁想要看即个直播吼。恁若明仔无想要看咧，我明仔就要来休困啊吼。咱就连放一个3工吼，恁连假我嘛煞咧连假安尼吼，咱做伙休困安尼。你休困，我嘛休困安尼吼，我嘛去看一下戏，去探班一下安尼就对吼。来，咱即个柔语讲咧，后礼拜要休困啥物时阵吼？要去倒位哦？无啦，后礼拜是咱即个阮迄间超市买即个盘点。盘点意思就是讲咧，要来算遮个数量，比如讲，即项物件应该要有1项然后咧，咱来点看卖，看敢有减的，互人讨厌的，还是减毋着的，还是安怎吼？所盘点所以讲咧，即个等一下哈，所以讲咧，咱后礼拜有可能会休困前3工啦，吼，拜1到拜3是阮的盘点，但是吼，即个我嘛无啥确定讲我是上早班还是暗班，所以先甲大家讲一下。如果咧你若有需要咧，即个知影即个资讯的咧，伫咱下骹的资讯栏的连结有咱即个赖群组的连结吼。恁甲放心，因为这个赖群组的连结咧是咱这个匿名加入的，所以咧恁啥物人是啥物人，伊讲你的个资我是会毋知影的吼，这甲大家小分享一下吼。如果咧恁若有需要知影讲啥物时阵休困啥物时阵有直播吼，嘛会当加入咱这个赖群组内底。咱基本上咧，咱每礼拜1到拜5的暗时8点，
拢会起来甲大家做服务，做一个直播安尼就对。但是咧，咱即个礼拜四咧，暗时咧，就是咱即个台语电台吼，所以听起来咧，小可无啥共款安尼就对吼。来，咱即个罗宇讲咧，你要看哦，你马仔要看得到吼，还是咱视讯面对面看得到？来，你若马仔想要看吼，我马仔尽量啦吼，咱就起来搁甲大家做一个服务，做一个直播吼。咱即代咧古涵电台咧，不止来分享咱即个戏剧的文化，一共咧咱册顶面咧即个知识哦。等下咧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吼，我所伫即个册顶面所看到的一个一寡代志。安尼就对吼，咱做伙来分享，做伙来开讲一下吼。比如讲咧，即个册顶面吼有甲大家教讲要安怎，即个改善执行力。我所进前咧有一集吼咧讲即个执行力这三字。你若执行力足歹的人咧，伊即个册顶面哦。讲咧咱会当试看卖咧，来改看卖吼。比如讲咧，如果若有一个机会咧，来互你改善即个，比如讲即件代志无达成，如果若互你即个机会，搁来达成的时阵，你先咧伫你的心内吼所想吼，我要安怎完成即件的条件，先想好。想好咧，咱搁来重新搁来做一届，搁来试看卖。如果咧若袂当重新搁来做一届，迄嘛无要紧。咱先想好，去想讲咧，若个互我，奇怪，我今仔第一开怪怪，讲互我一届的机会吼，我要安怎所做安尼就对吼。奇怪呢，今仔第一开讲甲怪怪安尼吼。安尼煞无啥会认同安尼，毋知要讲国语也好，还是讲台语也好吼。来，即个吼执行力咧，恁所家己拍一个分数，比如讲咧，你即个分数，比如讲你感觉你家己的执行力有即个100分也好，你就甲我拍100分起来。如果咧你若感觉讲我家己的执行力敢若无啥偌好，可能80分啊、70分啊。60分以下吼，恁家己所做决定啦吼。你若感觉讲即个60分以下咧，拍起来歹看，咱就莫拍起来安尼吼。咱小做一下即个互动，因为咧，我所会分享到即件代志嘛，是我家己最近所想的啦。我会所想讲咧，其实吼，最近碰到一个代志，不管是即个情绪啦。也是讲像我昨仔咧吼，无啥声音，所以咧我就想讲，安尼莫起来甲大家做一个直播安尼。但是咧，安尼就变做讲咧，咱即个执行力就加较歹。所以讲咧，我家己嘛有所想哦，最近咧我即个执行力原本可能80%，即马敢若感觉60%，感觉会搁再降，我嘛会惊即件代志吼。所以咧，甲大家分享即个。执行力所爱改善的方法，安尼就对。过来咧，等下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吼。你敢有咧，离你所下班的时间，也是咧，你是一个家庭的主妇吼，你所照顾你的囡仔咧，了咧，你感觉真有成就感这件代志。因为咧，所有的人吼，不管是你啦，也是我啦，等所有的人，毋是大家吼，拢会当伫咱生活当中咧，所得到安尼的成就感。所以讲咧，咱也无即个成就感咧，你就所得袂到安尼的快乐吼。所以咧，来问大家吼，你敢有做完啥物工课，也是咧，伫你即个真正咧做工课中间，也是咧照顾囡仔照顾完，看伊的即个作业看完了咧，你所有安尼的成就感，嘛欢迎大家甲我分享起来吼。
等下咧，搁甲大家唱一个轻松的歌曲，我来看一下吼，有啥物轻松的歌曲。来，咱即个七里啊吼，咱共款来甲唱新骑白马走三关，伊共咱小大所爱唱的即个四盆牡丹在四位，带来一首即个咱歌戏的国歌，咱即个七里啊调，互大家咧所轻松一下吼。为虾米咧要唱即个新骑白马吼，无唱咱即个《一路打金鸡》CD 专辑内底的即个歌词吼？因为即个专辑内底歌词是咧原加即个情节较沉重小可，但是吼要互大家听一个轻松的歌曲，咱来听一下即个新骑白马伊共四盆牡丹在四位。新骑白马呀，走三关，改换所以哦，配中原。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报船。四盆牡丹啊，摆四位，无风无摇啊，花袂开。等待三个啊来当落水，当落花心。放落花心啊，花照开。歹势吼，我头一咧所咧看即个留言，煞无注意讲有即个过版吼。咱即个柔语讲咧请问观众朋友们有没有呢？跟我一样呢想要每天都看直播，包含6日都想看的人。等下吼，你是想讲我逐工拢要直播的意思吗？咱即个柔语的意思，敢是讲想要逐工呢，拢来看咱即个语涵的电台吼。如果若是你甲我拍一声是吼，我毋知影我即个语涵的电台有遮好看吼。即个语涵的电台咧，平常时吼，拢是咱即个国语的电台，咱即个礼拜四就是咱即个台语电台吼。头只咧，甲大家所分享着咱即个执行力吼。伊咧讲咧，你啦吼对家己咧有啥物的即个期待啦？比如讲咧，你接着即个新的工课，伊讲咧，家己心内所想有啥物的计划咧？有即个新的即个期待吼。你设下即个目标是几趴咧？不管是即个100趴，也是95趴，但是咧，咱所爱规定家己吼，不管是伫咱即个30天以内。爱即个做几趴，比如讲30天以内爱做70趴，咱即个60天以内爱做80趴，也是讲咧，咱即个90天以后咧，咱来做完即个100趴，安尼就是咱的即个执行力的训练，安尼就对吼。恁敢有所想咧？你家己若接到啥物新的工课，也是有咧有啥物的计划咧？恁会所安怎做得到安尼吼？来欢迎咱即个 SHING 大起来，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互你一个热烈的扑啊声。今仔的即个语涵的电台吼，较特别是咱即个台语电台，毋知影吼，大家听了有
管是无若是不管吼有啥物意见呢，欢迎咧都共阮拍理起来，互我知影吼。所感谢一个吼，咱即个 CY 大大起来，伊讲咧咱即个美琴姐，咱即个柔宇，也搁有咱即个吼真热情，咱即个所介意文化，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伊讲咧咱即个。陆小朋友，然后咧，咱即个淑英，感谢咱即个马来西亚的朋友吼，感谢伊讲咧咱即个 SIN 大大，拢起来看咱即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吼，今仔日加较特别小看咧，是咱即个台语电台。所头家所分享的这本册吼，或者这个普通主管才是最强主管的书籍。如果咧，你若有兴趣吼，会当到咱这个书局，拢会当做购买这本册。这毋是业配吼，阮所无即个广告，即个业配所以讲咧，甲大家广告咧是存了即个即个我的诚心诚意，甲恁即个分享即本册的对吼。伊内底咧有咧讲吼，家己咧伊若递出辞呈即个人。也是讲咧，不管是咱即个男女朋友咧交往，伊家己所讲即个咱要册啦，咱要分手吼，即个人咧，伊所心内所想吼，已经放下即件代志，要无咧，就是吼有别个选择，也是讲咧，伊感觉讲，安尼做的决定咧加较好，所以咧，伊做安尼的决定。所以讲咧，你若互伊吼，比如讲伊递出辞呈的即个人，所要离职的即个人咧，伊所即个甲派去带即个新人吼，伊只会教即个表面的功夫啦。因为吼，伊心内伊特要走所以咧，伊教咧只有，比如讲咱的交接时间点咧，嘛只有2工啦、1工啦、3工啦，所以咧教咧袂足详细。就是即个表面的功夫，安尼尔就对吼。来，线顶的朋友咧，阁有啥物想要问的，也是咧想要表达、想要讲的咧，嘛都所欢迎咧，起来甲我做分享哦。头只咧未唱着一条曲调，或者怒骂，或者怒骂调，这嘛是咧咱歌戏当中，咱即个电视歌戏调。咱所来听看卖即个曲调咧，或者怒骂，伫咱这一路打紧机的 CD 专辑内底吼，即个怒骂调咧，就是吼，即个驸马咧，要来摕即个丁调，要来驾驶金鸡，要来驾驶即个公主的时阵吼，即个公主所惊着，所唱即个怒骂调。如果咧，你若有兴趣，即个一路打紧机，咱即个不管是讲咱即个较早的传落来即个古册戏啦吼，如果哪里有兴趣，所听即个 CD 专辑的话咧，下开资讯栏拢嘛有阮的连结哦，欢迎咧帮阮购买起来吼，咱先来听看卖即个怒骂调。会记哦，若未帮我订阅关注起来的朋友，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咱所来听一个即个怒骂调。心惊胆战怕归爱，哪敢当情只看卖，想兵做事手摇摆，定调打落逼你上地界，明子万金之躯，怎能头来临霜？当着我是拍金赛夫，定调打落，你无通存救。
势吼，今仔日吼所唱歌咧，拢有一点仔即个辣拍啊，无着真正袂记歌词吼。真正咧，我家己嘛伤久无甲规本所听吼，因为阮即内底即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即个第1条到即个第7条咧，是咱即个歌曲，咱即个歌戏的曲调吼。然后咧，即个8、9首的曲目咧，就是咱即个一路打金机的即个折子戏，咱即个上下半本的折子戏。所以咧，你若购买即个 CD 专辑咧，你会当规个拢所听着即个故事咧，会想咧唱啥安尼就对吼。内底歌声拢是我家己本人就对所以你若无啥气嫌甲阮购买即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吼。会开资讯栏有连结哦。另外咧，会记得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即个古涵电台，阮是即个每礼拜1到拜5暗时8点，拢会来做直播。平常时拢是咱即个国语电台，只有即个每礼拜4咧，才是咱即个台语电台。另外咧，咱也有即个休困的时间咧，拢会公布伫咱即个赖群组吼，下骹资讯栏嘛有做连结哦。下骹资讯栏吼有咱即个赖群组的连结，一共咧也阁有吼咱昨所分享的吼，咱即个扬州评话一港，咱即个湖南鱼骨的即个影片连结。一共咧，我即个一路打金机 CD 专辑的购买连结，也个感谢咱今仔日这直播设备啦，恁所听到的声音会遐好，就是爱感谢咱即个 PQS 直播器材行，甲咱做合作吼，感恩咱即个 PQS 直播器材行。咱所会当听到，遐尼好诶，即个声音吼，感谢伊即个直播器材行。你若有有想要做直播诶啦，有想要录即个 podcast 诶啦，也是家己想要录即个专辑诶啦吼，嘛会当咧到咱即个 PQS， 不管是伊诶网站，也是咧伊即个咱伫即个台南诶市区吼，有所有店面，嘛会当甲伊购买。但是吼，我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咧录的时阵咧，也袂买着遐好的器材吼，所以迄时阵咧是用咱即个麦克所放声出来录的即个专辑。后一个专辑咧，我会搁出一张吼，咱着所用安尼的器材，所听的歌声就会真好听，安尼就对。所以咧感谢大家，也搁有咧咱即个 Podcast 咧即个第5集即个生命的珍贵，即个即一集咧嘛真好听哦。因为咧即内底咧分享吼即个。阮朋友咧带好即个电线走火哦，即个真危险的代志咱嘛会当所听看卖，咱平常时咧安怎去甲预防安尼就对吼。一共咧也阁有咱即个大明园，咱即个桃园即个大明园的即个连结吼。哇，感谢哦！对，咱即个咧直播咧。观众是越来越多，感谢咱的小乐的支持啦，感谢。也阁有咧，一定要甲咱即个小乐来甲欢呼一下，吼。嘛，所来感谢咱即个322大起来咱古涵的广播电台。咱即个 PQS 很够力吼，咱大家咧，如果有需要即个直播的器材，有需要咱即个直播的即个器材吼，欢迎咧来甲伊吼甲订阅关注起来，甲伊购买。咱即个 PQS 很够力吼，离咱即个台南的即个直播器材行，感恩吼。伊讲咧，感恩咱即个苏冠宇。伊嘛甲咱写即个你好吼，
哇，咱这个小乐给咱传爱心啊，咱这个 MOICH 大大，嗨，你好，欢迎你上来宇涵广播电台。不管咧，恁敢听有台语，也是只听有咱即个国语吼。咱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咧，拢有所来做直播。咱拜四是台语的电台。但是吼，有时吼，恁像恁明仔开始吼，恁歇3工，我无歇到3工吼，所以讲咧，即个明仔有可能我会甲大家小请教一下。如果你若毋知影即个资讯咧，嘛欢迎咧，你咱下骹即个资讯咧连结当加入咱即个群组内底吼，我甲大家做即个广播，也就是讲咧，要无就是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互更较侪人咧来知影咱即个古涵电台吼，真用心来做即个节目，然后咧我若有做直播，你若会记起来哦，吼！感谢，也个感谢咱即个冠宇的爱心，感谢你家己拍破声吼。线顶的朋友，你敢知影吼？离咱即个贴文就知道了，没错吼。我所有贴文吼，但是我毋知影大家敢有所咧看咧，就对吼。所以咧我就讲咱即个群组内底嘛会所做即个公布安尼就对吼。大家敢知影咱即个直播的最后即个5分钟拢会来做啥物代志？甲大家小小考试一下吼。如果大家若知影的话帮我拍字起来吼。感谢咱今仔足侪人客起来哦吼，足侪咱的即个粉丝好友，不管你是新的朋友也是旧朋友吼，咱的老朋友，拢感谢恁。不管是咱即个 CY 大大、美琴姐、柔宇，一港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也个有咱即个陆小朋友，也个有咱即个属于咱即个马来西亚的朋友，真正足感谢，互你兴旺发吼。也个有咧咱即个SHING 大大，也个有咱的小乐哦，也个有咧咱即个322大大，一港咱即个 PQS 的直播器材行，感谢恁。也个有咱即个 NOIC 大大，感谢大家起来即个看即个直播，即个广播电台，会记得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分享出去。最后，咱即个5分钟要做啥物代志咧？就是咧，对，咱美琴姐讲的无毋对吼，即个吸气吐气，就是咧要来训练咱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哦。咱即个腹式呼吸法咧，咱来吸的时阵咧，吸气的时阵咧，咱即个腹肚爱通倒出来。咱若即个吐气的时阵咧，腹肚就爱揪倒转去吼。咱做伙来训练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咯。现在呢，线上的朋友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胸前，还是在我们的腹部了？甚至呢，你有办法把这样的气息贯穿呢到我们的脚底，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现在呢，我们一起来感恩3件事情。
不论呢今天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朋友相处上面，在跟陌生人，在跟服务人员，甚至呢一个路人微笑，一个点头，这样子呢也可以做一个感恩的事情。你今天有遇上什么事情吗？我们所做感恩3件事情，诚心的所想你所感恩的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节目最后呢，也感谢大家今天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吼，帮我记得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会记得开启你的小铃铛。这个古涵的电台呢，拢是离咱分享咱这个传统歌戏的文化，一讲呢这个戏曲的文化，一讲咱这个册顶面的小知识、生活小知识。也有观众朋友想要开讲，讲什么问题无？如果若有咧，所帮我拍立起来吼，咱所来分享一下。嘛，感谢咧大家头只所做，咱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代志，感恩3件事情。会当互你咧，规工拢足欢喜哦。一讲咧，咱这个情绪的调节，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线顶的朋友爱记的，咱也无法度准时8点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嘛无要紧吼。咱赶咱这个8点55来做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嘛，好吼。基本上咧，阮拢是拜1到拜5暗时8点来所做直播。平常时拢是咱这个国语电台若拜四的时阵咧，就是咱这个台语电台吼。所以大家会记得吼。明仔咧，我阁所想一个是要休困，还是要起来甲大家做直播、做开讲吼。如果若有想要听的人，会记得吼。会较甲我留言啦吼，互我知影讲咧，明仔咧搁较有动力起来来甲大家做直播，安尼就对，互恁一个热烈的普加声。节目的最后咧，咱共款来听一个咱这个一诺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的内容。如果咧你若阁有啥物样的款的问题咧，想要表达，嘛会当咧列卡所做留言，我会看到吼，我会甲恁做回复安尼咧。所以讲咧，咱先来听一诺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的内容咯。情形不有过爱红回应呀，驸马，落去枪枪归何来？爹娘这才享受宴失败，心不缺席。哇，咱这个美琴姐讲咧。感谢大家晚安。伊明仔咧要去看即个棒球的即个球赛吼，会甲伊拍一个普仔声。恁各位观众朋友咧，明仔对即个棒球有兴趣的朋友咧，嘛会当甲咱即个美琴姐共款看即个棒球的即个直播哦，即个节目就对吼。来，咱美琴姐当甲咱即个棒球的即个节目咧，即个直播吼，伫什么台咧所做，是安怎咧？咱会当甲分享起来，互咱线顶的观众朋友知影讲咧，明仔咱即个即个棒球的直播，咱即个电视吼，伫咱的第几台，感谢你。
将你讲不知。咱即个母亲节里啊分享咧，咱即个马仔即个棒球吼，离咱即个未来体育台咱即个苏冠宇嘛，对即个棒球有兴趣哦。伊讲咧75台、71台跟72吼，感谢咱即个冠宇的回复吼，冠宇，因为吼我即个毋知国中还是啥物的朋友吼，嘛有一个嘛是咧拍棒球的但是嘛号做冠宇哦吼，毋知敢是共一个人，但是吼恁名是共款的，对棒球拢有兴趣吼，嘛甲恁拍一个即个扑啊声。明天即个澄清湖球场。澄清湖球场是咱即个高雄即个左营即个澄清湖敢是？所以咱即个美琴姐是要去现场所看吗？也是咧要去伫即个线顶所看。你若是所走到即个澄清湖嘛，袂歹哦吼。我礼拜迄天吼嘛会去咱即个先来甲大家做一个广播者。我礼拜迄天咧嘛会去咱即个左营吼，但是我毋是去看戏，我去甲人探班安尼吼，所探咱即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吼。即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咧，伊毋是专业的即个歌仔戏团，但是咧，大家对即个歌仔戏吼所有兴趣，因是即个佛教团体。所以讲咧，甲我即个恩师吼，即个显元老师咧，应该伊结缘了咧，所以咧，我来去甲因探班一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另外咧，伫咱即个拜六礼拜吼，咱即礼拜拜六礼拜有咱即个左营嘛，是伫咱即个中山堂吼，嘛有即个文武天香的即个歌仔戏的演出咯，是售票演出，所以咧大家若有兴趣的话，嘛会当上咱即个两厅院售票系统去甲伊购买咱即个门票。过来咧，所拍一个广告吼，后礼拜咧，不止咱即个邓美芬老师伫咱即个台北所公演以外咧，我嘛就想要去台北所看公演吼，所以咧广告即项代志以外咧吼，咱先来公布一个咱即个后礼拜咱即个台南吼，台南在地歌仔戏团，咱即个香城歌仔戏剧团，伊嘛是业余团体哦。大家咧对歌仔戏所有兴趣咧，所以咧来成立即个剧团，即个香城歌仔戏团，伫咱即个后礼拜即个10月19号礼拜日下晡的2点半吼，伫咱即个台南桂林文化中心所要公演咱即个戏里红叶与女皇后，所以讲咧伫咱即个台南的朋友吼会记得哦吼，你若有闲的话咧，会当甲咱即个乡城歌戏剧团所支持一下，伊嘛是对咱即个两厅院售票系统所购买门票。另外咧，阁有一个吼，咱即个米雪导演，咱即个吼。米雪即个才女所要做吼，咱即个11月8号一港9号11月8号一港9号，伫咱即个左营的中山堂吼，咱即个新协新歌仔戏剧坊咧所要来公演即个段香引，内底有咱即个米雪老师嘛，讲问咱即个米雪老师咧所甲咱即个雨涵电台所甲阮即个关注吼，感谢咱即个米雪老师，所以咧咱嘛所甲广告一个咱即个11月8号一港9号，咱即个左营中山堂有咱即个新协新歌仔戏剧坊即个段香引安尼就对吼。好，过来咧，咱即个工商服务结束咯，咱继续来听即个 CD 专辑，然后咧，咱就
晚安咯吼，咱另讲较个再会咯，感谢大家吼。对你的天性，高贵公主犹如天上星。出家了，你对水灵尊敬。新兵公主对我爱水平。凭你的身份甲地位，你用带我经济要求得王理，全靠我你家照即卖荣华甲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寿礼仪，安怎插伫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新兵，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假期，无把我坐到位，将我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谱，我单独一人上铁柜，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是命在你家连体。我毋知你甲连体，我单单要抗你，倾吐圣贤诗。我招你瑞强享富贵，你我毋是一般的夫妻，驸马，咱的身份怎能比？我红红点金鸡，你抢了迄手机，毋通伤看重你家己，总只件检讨是。哎呀！秋难开。歹势吼，咱搁甲大家即个穿插一个因为咧，我向看到咱即个运路起来吼，感谢你起来看咱的直播，但是咱直播准备要来休困啊吼，甲你说一个抱歉，甲你说歹势吼，感谢你起来收看哦。无要紧啊，我现场咧补唱一条，互你听咧就对吼。歹势莫互你讲吼，即个专辑起来听即个直播，专讲起来听即个歌戏，结果无听着安尼就对吼。咱头只咧所有唱过咱即个花娇艳一行良夜之歌，咱个所听一届歹势吼。头只若有听过的观众朋友咧，咱个重新听一届。感谢咱即个。我来了，你就要走，无要紧，我所甲你个演唱一条啊吼，因为阮是每礼拜迄个拜一到拜五即个暗时8点直播啦吼，歹势甲你说一个抱歉，咱来补听一个即个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阳光保持执相守，心不缺少无理由，为爱多做几代秀，年年今宵老优秀。连理。
给比赛，伊负担好嘛伊回归。哇，感谢咱即个苏冠宇讲好听吼，感谢你的即个耳朵的对吼。歹势，咱即个韵柔吼，头才唱歌一半吼，无声音的原因，就是讲吼，即个电池无电啦吼。伊所要甲咱讲的，就是咧，准备要来休困啊，就对，所以咧，伊家己嘛锁无电啦，安尼吼。袂当互你起来吼，只听一条安尼啦吼，佮补你一条咱即个七里啊连空奏，七里啊连空奏，我来现场所唱。但是咧，伫咱即个 CD 专辑内底咧，伊是有即个男女对唱，无要紧诶，咱就所来听看觅，即个一届咧唱两种角色，无即个男女对唱诶版本，安尼就对吼。感谢咱即个冠宇儿乐，甲你一个欢呼声，感谢。歹势吼，咱过来听一条七里啊。连空奏，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怨夫妻。可爱呀，已经上水七十上，手中人笑海海，相亲相爱，以爱君对心。败咧实在太乱来。我会好受，亲像姑娘，小鬼又分开。让我自带红霞盛宴，爱过古迈，冤家当尊当心心将就相得大，何言论理何以在，何以来排解？这个就是咱这个七里啊连空奏，七字连空奏。歹势吼，头只中午一段吼，我所个拉牌啊，个唱毋着歌词吼，甲恁回一下不是诶吼。好，安尼咱即个韵路够听了好听如果若好听咧，咱即个广播电台真正要来休困安尼就对吼。线顶诶朋友咧，嘛会当搁甲我讲一句即个晚安也是讲咧恁有啥物话想要讲咧，嘛拢会当搁拍你起来哦。大家咧晚安，咱后一届再会咯。是我不该。
做将兵，夫妻才能再好爱。公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永远要告状，你有能来我好。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你他，命做行，你也不你对你啊，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我拍。